道地客家腔指导如何料理客家菜，她是黄菊枝女士。她是餐厅第1代掌厨的，像是指挥官，盯着儿子刘科成，不能让菜色走味。你炒好了哈，马上炒南瓜。说起客家私房菜，那是黄菊枝女士的专长，像是这道客家酸笋，金黄色泽，口感略酸，配碗白饭最对味儿。甚至颠覆传统，用南瓜取代苦瓜，炒咸蛋，甜甜咸咸，像初恋滋味儿。一道道客家菜叫人激赏。让人跌破眼镜的是，黄菊枝不是客家人，结婚前她从来没有下厨过。当初嫁到客家村，语言不通，口味不合，做菜老是被嫌弃。我小姑说这个娶这个客家人娶男人的女儿实在不好带。3天2头哭着跑回娘家，婆婆的严厉她很委屈，但也很感谢，因为她学到传统客家菜，也把不怕苦的精神复制过来。水来客家人有请客，才有米酱肉是烧烘。黄菊枝珍惜每一位客人。10多年前，旧山线火车停驶，人潮不再，她却和儿子回来经营客家餐厅，只为了保存客家菜。纯粹就是想要把我奶奶那种客家菜的味道把它保存下来。我克服的怎样？每道菜客家菜煮起来就要叫隔壁邻居亲朋好友都来跟我评鉴一下这个味道可以不可以。试了半年，总算开店，几样客家菜紧紧系着2代情。从铁路货运行转型为客家餐厅，保留客家香味，也把应景有韧性的特质传承下来。客家酸笋的耀眼金黄，南瓜咸蛋的创新惊艳，黄菊枝以客家情做调味，端上圣心客栈的招牌，也烹调出我的感动时刻。